修正言大德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天伦好。今日看到咱国语大家会当来这个比赛安尼见面，我感觉非常的欢喜，嘛真期待，希望咱大家在座同修正言，大家会当保持着健康的身体，咱就拍拼咱的队伍，因为今仔日咱大家拢是咱义和圣人的参考以上的栋梁人才，因为咱天道普传是要普度众生，会当人解脱这个生死甲轮回，所以因此，咱自细汉回啦吼，部分啦在看，大部分啦吼。自细汉年轻，就来得道，就来行道门，大家来同修共办，来学习这个真理。咱来了解讲，今仔日上天的慈悲，这个三悲大开普度，这是有应时应运，因此有应时应运，才有天命名师的降世。所以今仔日咱大家爱知影讲，咱今仔日会当有着这样好的因缘，咱应该大家爱珍惜。较早讲一句啦吼，讲初花良华是炎灯，咱互我讲爱听无？初花就第一花，第一花的良华花是啥？就是炎灯粉。地主宰，炎灯粉咱断不着嘛吼，敢是？咱断不着炎灯粉。初花良华是炎灯，二花良华色车准。二花良华，什么人在主宰？色车5厘粉。咱有断着无？所以吼，二花良华色车春。三花良华毋是三下，我讲毋对，爱讲三花良华，什么人？弥勒尊，弥勒尊吼，弥勒尊就是咱的弥勒祖师，用这个时运来降世，所以因此，咱大家拢碰到弥勒祖师的福报。会当做弥勒祖师的惯习，会当遮尔啊自由自在，拢是咱弥勒祖师甲咱老母娘的慈悲，甲咱护持。所以咱今日因为三花良华弥勒尊，三花良华